再来看前总统马英九4月要去中国访问，风声讲马英九甲习近平可能会安排第4月初8见面哦。目前国台办是无正式，敢若强调讲欢迎马英九带团来访问。马英九办公室是强调讲行程还未决定，或者针对马习会嘛有无共款的看法。前总统马英九将一个4月初1国去中国访问，带学生团到广东甲北京参访，未出席这次黄帝典礼，抑搁伫咧北京大学演讲。有平面媒体报道，马习例会应该会当伫咧4月初8进行。对此，马办表示，相关行程抑搁伫咧安排，也未定案，保持开放的态度，表示希望会当甲老朋友见面。我们欢迎马英九先生率团来访，愿意提供必要协助，也预祝马英九先生此行一切顺利。目前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。是不是真正有马习例会国台办无加做回应，强调欢迎马英九带团来访。也有学者认为马习例会机会无悬，较有可能的是见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。也过不管是甲啥人见面，对方都会释放对台湾施加压力的信息。而且参加的相关活动有涉及到统战，有挑工迎合习近平所讲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。支持爱国统一力量的一个彰显上的一个样板人物哈，我觉得这是马英九可能面临的一个风险，尤其特别是台湾的社会观感。那这样个氛围，基本上对两岸关系的总体的氛围的发展是有帮助，但是对两岸关系的基本的结构、谈判、协商、政治互信，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帮助。中国官是正面看待，认为这桩会当缓和目前两岸紧张的气氛。因为北京认为马英九是一个适合的平台，伊有记北京自即马开始一直到5日抗战前，对台工作会采取先软后硬。软的部分包括这边邀请马英九去台陆，所来就要看新政府的就职演讲，两岸部分的态度如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